姐姐介紹下自己啊。好啊，太太先生你好嗎？我想介紹自己，我名叫史小珊莉，我今年37歲，我結咗婚，我有一個女14歲。我做嘅係香港8年，我第一做咧係元朗照顧4個人大個仔，我要追送買餸清潔屋企，跟住第二咧係食結咩照顧老人家，跟住咧我係美婦荔枝角。我照顧大人26歲，跟住而家係中沙灣咧照顧小朋友3歲。姐姐，你第一個僱主做喺元朗2年噶嘛，係咪？係。你照顧4個大人，使唔使清潔屋企啊？要啊，使唔使煮飯啊？第二個僱主咧係食結咩係咪啊？做咗2年。嗰啲照顧老人家係唔係？第三個僱主咧係荔枝角做咗4個月，點解啊？因為嗰個大個仔咧，因為日中意打我，跟住我唔做啦。哦，嗰啲係咪啲嗰個係奧迪斯人。奧迪斯人㗎。好啦，而家咧做美國個僱主係從沙灣照顧小朋友係咪啊？姐姐一陣咧，你想照顧乜嘢啊？我照顧老人家。你想照顧老人家多啲嘅？係啊。如果照顧小朋友咧得唔得啊？可以但係。可以啊 ，OK。姐姐，如果你放假唔係星期日得唔得啊？幾好咧，星期日。你想星期日嘅？你食唔食豬肉啊？食豬肉。如果你一陣冇自己間房一齊瞓，同埋小朋友或者同埋婆婆嗰啲得唔得啊？可以。如果做同其他姐姐咧？可以啊。你食唔食豬肉啊？我唔食豬肉。你食煮飯㗎嘛係咪？我識煮。好啦，唔該晒姐姐啊，拜拜。